当年投身公益，新疆福利网教育基金会执行长甲董事的沈清荣，虽然工课真无闲，但毋袂记咧创作的初心，将伊走访世界各地所见所闻、美物美景，透过画笔展现，互观赏者行入去伊的创作，感受世界美好。这一次非常荣幸在台江有这个机会来展示，我的日常就是一些画作是包括我到世界各地去旅游，还有平常对于大自然的一些喜好，然后用一些画作的方式留下来，所以主要是表达我对艺术的这个热爱，还有这个美的由衷我。到世界各地去留下这样的一个痕迹，都是我生命里面的每一个脚印。那希望大家在看画作的时候，能够找到你们自己的感动与美好。福利网教育基金会自2004年成立以来，持续亲近教育甲艺文推广。去年甲市府文化局合作，台江囡仔第一档美术课活动，互囡仔亲近艺术，启发创意，重视囡仔艺术早间教育。这次活动嘛邀请到康桥幼儿园的师生，以及真侪艺文界贵宾共同参与。沈执行长把自己的一个过去游历世界的一个机会，我想现在大家弄来出去佚佗，弄摕手机啊，你嘛留下美丽的倩影。我想沈执行长除了把自己美丽的倩影留下来之外，他也透过画笔将他所看到的世界的美。透过他的画笔记录到画布上面，记录到画面上面，让大家能够透过一个艺术家对于世界的一个观赏，还有他对于未来他在艺术创作上面的一个想象。森迪从小的时候，他就对这个美术很有兴趣，很有美感。人不离笔，笔不离人，这表示他从小的时候已经开始用笔来记录他所看到的东西，这是很难得。到了他以后出国去留学，然后旅居在外国。虽然旅居在外国，但是现在是来来去去。但是他不忘的，到哪个地方去游览的时候，会把那当地最漂亮的花、树，还有景色，就把它画出来。沈清荣用画笔记录旅程当中的各种景色，透过画笔发生一幕幕具有生命力的感动。欢迎市民大众做伙来到台江文化中心看展，感受艺术美好。台南新闻中视为采访报道。